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今日我哋帶大家睇一睇一單喺灣仔港鐵站發生嘅奇景啊！有乘客竟然將一張超巨型嘅雙人床褥直接搬到去地鐵車廂入邊，畫面一出啫，網上即刻掀起熱烈嘅討論啊！相中所見啊，呢張床褥嘅高度直逼天花，仲套住兩張床單添。床褥前面有個女仔，喺後邊亦企住一位男士，不過暫時未能確認佢哋係咪搬運床褥嘅乘客。我就覺得呢條友應該喺床褥嘅後邊嘅，因為佢要頂住個床褥噶嘛。如果唔係個床褥咪會冧落嚟咯。咁相片中後邊嘅男士就唔清楚啦，因為搬一張床褥肯定就唔係一個人可以搬得喐嘅，起碼都兩個人啦，係咪先？喺睇落去之前，大家記得免費訂閱我嘅頻道，感謝大家。樓主話佢14號喺灣仔站親眼見到嘅，仲 po 埋張相去社交平台，仲留言話今日見到呢個奇觀，唔知有冇人見過比床褥更大嘅物件呢？唔少網民一開始仲懷疑呢張相係咪 AI 生成圖，但係樓主再三強調真㗎，唔係 jam 出嚟㗎。咁我就睇咗張相，從呢啲床單嘅紋路以及光影嘅反射，我覺得呢張相係真嘅。咁我同網民嘅反應都係一樣，覺得好誇張啊。A 就話啦，太癲啦，勁離譜。B 就話啦，成張床褥都可以搬入地鐵，唔爭再喺度瞓埋。C 就話啦，搬上搬落咁辛苦，點解唔 call 台 van 仔呢？ call 台貨 van 都冇錢，一世都俾人睇唔起啊。至於大家最關心嘅問題係，喂，咁大張床褥點過閘㗎？有網民懷疑係利用咗無障礙通道，所謂嘅闊閘機。仲有人留言有咗闊閘機之後，喺地鐵嘅運輸真係乜都可以搬得入。但係咁大嚿嘢，咁港鐵嘅職員冇理由睇唔到嘅，照計你喺 CCTV 都睇到啦，係嘛？零零舍舍咁大嚿。仲有網民就呼籲啦，如果大家見到呢種情況應該立即通知港鐵職員，甚至係撳鐘叫有關乘客即刻落車，避免影響其他人。港鐵方面今日就回應星島頭條，表示佢哋都有留意呢張相，但查詢之後並冇收到此件事嘅報告，亦冇任何嘅處理記錄。不過港鐵重申佢哋對乘客行李嘅尺寸係有限制嘅，唔希望對其他乘客造成滋擾。港鐵強調若果乘客攜帶超大件嘅物品，職員會要求佢哋離開港鐵嘅範圍，甚至會發出書面警告，嚴重嘅仲可能收到檢控通知書，交由法律部門跟進。所以港鐵呼籲乘客為己為人唔好立亂搬咁大件嘅物件入去，影響大家嘅安全同舒適度。萬一見到有違規嘅情況，都要即刻通知職員。今次灣仔站床褥奇景，大家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！